Hi，我係 Gabby，終於都嚟到我哋南法旅行嘅最後一 part 啦。結束咗喺亞朗索勒嘅薰衣草之旅之後，一早起身食完民宿嘅早餐，就繼續向尼斯方向出發。依家我哋就先到咗安提巴。昂提布係法國南部蔚藍海岸嘅一個小海城，夾喺尼斯同康城中間。呢度最出名嘅就係畢加索博物館，同埋有歐洲其中一個最大嘅遊艇港。有舊城可以行，有遊艇可以坐，有藝術可以睇，節奏慵懶，好有生活感㗎。你嚟到就會想 hea 啊！一場嚟到，點可以唔去睇畢加索呢？畢加索博物館原本係一座海邊城堡，呢位西班牙畫家喺1946年第二次嚟昂提布嘅時候，就將城堡當咗工作室嚟用。雖然佢只係喺度住咗幾個月，但係就留低咗大量嘅畫作啊！而呢座私人城堡就喺上個世紀60年代被改建成為法國第一間以畢加索為主題嘅博物館啦。最後一站嘅呢個民宿啊，曬，好曬！我哋到啦個民宿，民宿係呢間。酒店嚟。雖然我哋係去咗安提巴先，但係最後一站嘅住宿呢，就揀咗喺距離尼斯機場大概半個鐘頭車程嘅山城小鎮聖波特灣斯。呢個小鎮擁有超過1000年嘅歷史，喺中世紀時期曾經係重要嘅防禦要塞，至今仍然保留住城牆同古老嘅城門間。而隨住時代嘅變遷，小鎮逐漸轉化成為文化同藝術重鎮，吸引住無數藝術家進駐啊！即係佢味道同佢冇味嘅點解？同我喺嗰個石頭城食嗰18歐。高啊！
呢度就好多人啦。呢兩間都。原本今日嘅行程係去摩納哥、埃茲同埋芒通3個地方，但我哋就臨時決定改變行程。上晝淨係去摩納哥打個卡，下晝就返到安提巴。橫掂南法都唔會淨係嚟一次㗎啦。摩納哥雖然國土面積唔大，但就以有錢著稱啊！隨處可見嘅豪華遊艇、名車同地中海嘅海景互相輝映。摩納哥最具代表性嘅地標包括摩納哥皇宮、蒙地卡羅賭場以及聞名世界嘅 F1 方程式賽道。我哋由火車站一路行落嚟，都可以見到好幾個標誌性嘅急彎同埋賽道設施，對賽車迷嚟講真係好有吸引力㗎。佢後生嗰陣啊？唔係，呢個係呢家嘅親王佢個仔，呢個係呢家嘅王妃娶。乜嘢？佢會帶走我嘅。攞咗。係，你見到好多人玩。你咁樣 cut 到。喺25年嘅7月，我哋帶住屋企人同埋啱啱滿1歲嘅囡囡希素，重新行咗一次南法嘅呢一條路線。相比起23年，今次去多咗幾個小鎮，一邊認識新嘅風景，一邊又好似喺度探緊啲老朋友咁。仲記得我哋喺亞朗索勒住過嘅嗰間莊園民宿，個主人見返我哋都好開心啊。不過佢哋兩公婆諗住賣咗個莊園，正式退休啦。喺呢個時候再嚟住一晚，就好似返嚟同佢哋道別咁。我哋啱啱滿1歲嘅囡囡喺今次法國之旅度學識咗行路啊！嗰啲拖住佢隻手仔陪住佢一步一步向前行嘅 moment， 成為咗我哋最珍貴嘅回憶。亦都希望喺度睇緊呢條片嘅你，喺每一次嘅旅行當中都可以留低屬於自己嘅美好回憶啦！唔認得，又唔認得，又唔認得。聞下法國嘅味。